所祈祷。这首诗歌是咱常常伫咱聚会要线以前呢，牧师祝祷以前咱来唱的吼，咱来常常来唱这首诗歌来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圣神，请你来伫阮的中间，互阮有平静的心。圣神也求你来点着阮内心的火，用你的风来接近阮的心，用你的光来伫阮的黑暗的心中来引带阮。这是咱来唱第1节到第2节。互阮会使荣光上帝的名。第2节，咱要来唱圣诗，圣诗第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咱要来唱第1节到第3节。第1节。上帝安慰咱，虽然最近有5位兄姐、敬听的兄姐合主接去，但是咱感觉真毋甘的时阵，主啊，求你来安慰阮。咱着爱彼此相听，信靠救主，因为所有的拢总的代志拢会过去，咱无累志。主要安慰你的心，主要害你得到平安，
伊要拭去你拢总的目屎。上尾咱来唱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咱来学咯，阮的上帝。 诗歌伫华语伊翻译做“你真伟大”，这是一个瑞典的传道师，伊叫做卡波伯。有一天，伊骑迄落脚踏车去外口看到雷咧弹，暴风雨。但是呢，伊感觉足惊讶的。但是上尾天顶全变成大光。 照耀，还佫有彩虹，所以伊深受感动。伊写即首诗歌的词，即首诗歌嘛捌伫迄个布道大会，捌唱99遍。足侪人因为即首诗歌信耶稣，所以即首诗歌伊是真感动的诗歌。只是咱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传领阮来即个礼拜来敬拜你，求你教我苏元良长老伊的喙，害伊所讲的阮拢得到利益。阮也知影你是一个创造主，你的创造的奥妙，阮看了，阮感觉足敬畏。主啊，你是自然力量的主，你圣灵带入阮的内底，害阮会使同唱一首诗歌，同感动，会使同合意。 感谢主，讲伫底，阮要学乐敬拜你，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就伫上帝的圣所称赞伊。
着伫显出伊关键的强项而乐伊，着因为伊大关键的作为称赞伊，因为伊的至尊至大而乐伊。咱开声吟诗来学乐上帝，新圣诗第27首，请起立吟全首，我主上帝。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要倚靠你，你是全宇宙、全世界的主，阮要伫你的保护、你的疼痛内面来学乐你。感谢你拣选阮，虽然阮是真微细，性命真脆弱，常常会拄着艰苦、病痛，甚至死亡的威胁。总是主你有缘是阮的主，你已经算过阮的头毛有偌济，你嘛要伸手保护阮。你阁赏赐主耶稣基督，拯救阮脱离罪甲死，通得到永远的活命。主耶稣啊，阮实在真感谢你，求你做阮一世人的主。主啊，阮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常常信心无够，阮求你来怜悯，求你来赦免我行的不义。主啊，阮嘛求你赐阮安慰，互阮会当将得到的安慰，去安慰其他需要安慰的人。主啊，嘛求你赐阮气力，互阮做人有通为主来见证。主啊，嘛求你光照这个世界，到伫遐无公义、无自由、无安全、无平安，人的性命拄着危险的所在。主啊，求你看顾每一个圣徒，病痛、心情拢会当得到医治，事业学业顺利，信仰日日进步。求你坚固公园教会。
愿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来读课英文第5篇，也是诗篇第8篇。我来刻会众大声来吟。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要起造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的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一声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广遍全地。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章第18节到20节。上帝对天顶发出生气，谴责所有不虔不义的人，因的不义阻挡人捌真理。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所以因应该对上帝有清澈的认识才对。对创世以来，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诚信，虽然肉眼看袂到，毋过通过受造的物会当清楚看见，所以因拢袂当提责任。赞美，咱要声男声中唱，要献的诗是咱着来吟诗。流出我唯一的香，哦，拯救咱。
正道，咱请苏元良长老，伊要讲的信息是无可推诿。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早起，伫即个清静的早时，佮带领阮受恩典的信徒来到伫圣殿内面，伫遮要聚会。求主你的灵，即时伫阮的中间，互阮开阮的心来接纳阮要伫即个所在用阮上恭敬的心来思考你甲阮的关系。你的存在，伫阮信仰中的重要，伫阮生命中的重要的道理，求主你保守这个时间，安尼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每一个基督徒，拢在面对讲，有一日你一定爱勇敢站出来讲，我相信上帝的存在，虽然。确实，真正咱目睭看袂到，确实咱摸袂到，确实咱无法度提出伊的形象出来。圣经内面甚至记载讲，你若看到上帝的面的时候，你就无当活咧，连摩西都无当看到，上帝用脚趾片互伊看。所以这是咱看袂到的一个上帝。相对咱所信仰这个上帝，伊的存在，咱看袂到，摸袂到。但是咱知影民间的宗教真济。伫迄大家拢一个形象底下，甚至天主教徒，甚至伫天主教的内面，嘛足侪偶像、足侪形象底下，互你看到迄个坎坷看下去。伫心理学来讲，对一个看会到的物事，你拥有信心，你拥有交托的心理，因为你提调了什迄个感情伫迄个所在，你会当将你的感情交托出去。当你看袂到的时阵，你常常无法度有这个确信，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上大的挑战。特别是像我这款年纪愈来愈大的人，时间较济，拢去想这较基本的问题。我常在感觉讲，人伫年老的时，特别是做一个基督徒，上第一重要，就是得爱真确信、真正按对身体内面接受。上帝是存在，上帝是咱的救主，上帝是咱袂当推辞、袂当否认的一个存在。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可能你是真细汉的基督徒，还是你受感动伫遐洗礼，伫遐第一届、第一代信徒，你拢会有感觉到心内淡薄仔有迄个感觉。特别是看到人咧问，还是讲家己看到一寡你较无法度解说的言辞挑战的时，你淡薄仔心内拢会小可安尼犹豫，讲上帝的存在，你敢有真正确信？其实我真正常在真侪时阵听到，还是讲看到，咱真侪咱信徒的行为，互我会感觉讲，你敢真正上帝有存在？有一个捌伫咱中间聚会过真有名的一个学者。我最近伫网络顶悬看到伊可能讨论一寡神学的问题是啥？伊伫遐嘛真坦白讲，伊有困难相信神者，伊有困难相信神者。但是若互伊有选择，伊会感觉伊无选择讲有神者的存在，特别是新约内面所记载的神者。我咧想。神者若无存在，的根本原因，你若无相信神者的存在，你免哪相信讲有上帝的存在？若无相信上帝的存在，你免哪相信讲有迄个神者伫遐会发生？所以真侪时阵，咱伫咱的信仰的行为，甲咱信仰的坚信内面有一点仔冲突，但是咱无感觉。我咧相信上帝的存在，若无存在，就无神者的存在；有神者的存在，倒转来讲。咱就要相信上帝的存在，只不过上帝的存在无存在，毋是一个理性、一个科学，大家拢知影会通去证明的代志。但是人伫这个世间活咧，毋是干靠理性，你嘛靠你的感性、你的感觉伫遐咧存在。理性所讨论的代志，科学所讨论的代志，是会当量的，
会当验证的实验的物质的经验，甲逻辑的推论来形成一个世界。但是感性的范围都毋是安尼，是袂当量的，会知觉的经验，你的感觉一个感觉的存在。但这个生命内面毋是干有理性，咱活伫这世间毋是干靠理性去活，嘛是真大部分靠咱的感性。所以通讲咱的生命是理性甲感性互相互动，一安尼交叉的时间来摆落来。而且安尼讲较实在，咱人活咧无理性的时间。占咱人生大部分的时间，真正，咱真侪时间拢凭感觉咧做代志。迄个感觉，敢真正会让经过科学的考验，经过理性的论辩论。我这几冬咧减肥，减肥中间就是常常有当时会食这食迄，若过去称起来，就讲哦，小可增加。我太太就讲，这就是昨你啉迄杯迄个茶甜甜的关系。我讲你这敢有科学？迄甜甜的入面吼，拢总卖消化嘛，差不多100公克。是啊，我今仔增加300公克。伊讲无毋对，一定是安尼。大家想这敢是理性还是感性？但是这是真侪人行为，包括阮太太拢安尼甲我讲。实际上这是感觉。咱若知影物质不灭，咱就知影讲，我食100克的，这是无可能计算起来比300克，一定有其他生理的成分等等。但是咱拢会安尼相信，因为凭感觉来做代志。我捌伫企业界伫真大的公司，伫遐上市公司做总经理过。我会感觉人的生活甲企业都同款，细项代志咱足理性的，算啊足清楚。今仔日早时几点爱起床，无时间赶袂去上班。再互囡仔食啥物较有营养，这拢算得出来，拢足清楚。迄个决定、迄个决策，拢非常的理性，甚至讲足科学的想法。但是大项的代志，敢真正咱拢遐大、遐有理性、遐有把握讲你所做的决策、你所感觉的代志，拢是正确。我伫这个大公司任职的时，有一个足大的投资案，差不多700亿。我带领所有的团队，拢总。差不多要到半当人，拢总做5届的迄个报告，讲迄优点啦，做这样代优点是啊，缺点是啊，100%是对一个较好，等。这个董事长拢无感觉，5届拢总无一个决策。但是有一当有一日，大家拢调来，讲伊决定啊，就是要安怎做，拢毋是阮迄5项。讲伊昨昏去山林吼，行，突然间有一个感动，大家安尼做较对啦。所以100个决定是伊迄个感觉，无法度用数学来证实，无法度用理论科学来证明会较好诶。上大决定就是安尼决定。我问你，你娶某，你嫁人，你敢有真正讲用足数字讲我嫁即个较好，会得几分？伊以后可能会趁大钱，所以人拢为了这个利益，用理性来分析讲，所以嫁即个人较好。阮太太就说毋对。结婚是遮尔重要的代志，实际上咱拢凭感觉，凭伊甲我有一个感情的感觉，迄个感情是有几斤几两，但是咱用迄个感觉去做代志。在这些细项代志，咱足认真、足科学。所以实际上，我的感觉，人大部分的时间，咱生活的时间，大部分拢毋是理性的时间，拢是一个感性的时间。但是理性的行为有假，有假象。互你叫做假理性啊！跋筊的人上知，咱跋筊人拢讲，已经连续9句，9届拢讲句，即届敢有可能佫讲句？无可能。但是咱读册人拢知影，迄个就是 independent， 就是根本就跟这过去的迄个无关系。但是伊就爱相信，感觉就是会对。去到遐讲，我今仔拄一个啥，所以明仔载明白就是26，还是讲126，完全感觉伊用安尼会当投资足侪钱落，这是感觉，这是假理性。咱生活内面真侪即款假理性，经济行为内面足侪假理性，但是感情的行为内面其实毋是讲完全无合理。咱一个感性的行为、感觉的行为足侪合理性。我即个当时了出去，伊啥看到啊，选物件一路转来，伊就感觉哎安尼投资法对，
因为伊感觉足合理，感觉心平安嘛，所以伊就安尼去做。你敢有相信你的朋友？你敢有相信你的生理的伴，还是你的同工，还是你做伙研究的同伴？伊敢袂背叛你？我相信伊的人格，伊是人格者。你相信伊？你有啥物证据？你甲证明过啥物事件？互你感觉这人绝对是可靠？无，只不过讲人的互动迄个行为，互你讲相信是一个合理的代志，是合理性。但是伊无当让，也无当亲，合理。每一日，咱伫家庭内面，拢有即款合理性。你在相信你的太太听你，你在相信你的先生听你，所以这是一款合理。因为有你甲你忍耐，你所有这无法度防忍受的行为，伊拢甲你忍耐，所以你合理的推断，伊是听你。这个听的存在是一个合理性。感情的行为虽然毋是理性，但是有伊个合理性伫迄个所在。理性的行为无一定有可，伊有可能是假的理性。人无可能活伫纯粹的理性的世界，也无可能活伫拢总完全的感情的世界内面。真侪人捌讲到进化论，用进化论来推断讲人会开始是按高山变出来，高山佮进程是佮较低等的动物，一直到单细胞600万当安演化出来。他拄仔伫华古礼拜前，我有讲到这段时间，突然想到这项代志。伫咱还阁伫7月日做华古礼拜的时阵，我想起码20-30年前以前，咱就开始有这个华古的礼拜。有一届，阮请一个咱教会一个牧师，伫园区这一个足大的机关底下做主任。伊迄一日讲的题目是进化论，讲无到10分钟。下加迄个时阵，有一个香港来的灵恩派的一个香港的迄个牧师，伫咱教会做的，伊就徛起来甲反对，讲什么时代礼拜堂还会使讲进化论？底下就看伊插起来安尼吼。我其实我有起来小可安尼说者，其实凭良心讲，这个牧师伊所要讲，毋是讲人就是按进化按高山那变出来，伊是袂讲这是一个理论。伊还袂互伊讲了，就讲连讲都袂使讲。伊讲这是一个理论，咱吼可能这个进化嘛是一个上帝当用的工具，互人会足侪物去演变哦，也是讲动物互伊演变伫基因的突变，然后适应，然后变作好。伊是要讲这个目的尔，但是伊就真激烈起来，甲伊反对。我去想到孝先指示，孝先指示迄个时阵，还佫伫电子所，公园电子所伫遐做课长，少年的课长真杰出的一个少年课长。阮两个拄仔坐伫后壁，我想咱中间可能还佫有迄个时阵伫遐做的，可能会记迄项代志。因伫遐看我伫遐讲，尾啊事后嘛佫伫遐讲，伊的看法嘛是跟我共款，讲咱毋通讲进化论就一定毋对，嘛无可能去接受讲人就是按动物进化来，所以无可能去接受讲人毋是上帝所创造，人妖骨是上帝所创造，进化论会当是上帝互人演变的一个工具。但是无法解释上帝起初用迄来创造人出来，因为进化论你甲想，互伊推到极端，就是讲按一个单细胞，一直演变，一直用像伊讲的突变、基因突变，然后个适应，然后一直呈现到，即摆人身躯有几个细胞，你敢知？30兆个细胞，包括你身上的细菌有38兆个细胞，靠有迄个可能性。要花去相信这样的代志，讲按单细胞经过600万当，会当变成30兆个细胞伫咱的身躯顶管，每一个细胞各有伊的功能，微观这微观的，甚至迄互相各会当协调，这是无可能讲会当安尼随机安尼创造产生的。所以其实这是足侪人伫教会内面你反对的原因，但是我相信这个讲法，因为这个我相信这比我相信叫我相信讲有上帝的存在，伊创造一切。搁较难，这搁较歹相信。但是，我头仔讲这个教授，一世人，我真细汉就熟悉伊，足好基督徒。年纪到一个年纪，大家拢爱面对讲，我是毋是真正相信上帝有存在？我是毋是真正相信上帝的存在？伊去创造宇宙，创造人类，创造万物，伊个是听。伊个是有公义，
人是有罪，因为伊公义的关系，所以人无当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面前咧圣洁，所以伊有救恩伫迄所在，要救咱，互咱会当去咁。伊讲伊无相信神呀，我相信咱中间真侪信徒，今仔日即个时阵，咱家己问咱家己，你敢毋捌怀疑过水变变做酒？你敢毋捌怀疑过在色路变生囝？你敢毋捌怀疑过目睭生面声水会当开？这个信仰，如果你若无相信，我知影迄个过程咱无了解。但是如果你若无相信信仰，你说了3摆5摆，我都无要相信你有相信上帝。上帝若无存在时，上帝神若无存在，你免来相信有神者。你若无相信神者时，你免来知影讲有神的存在。所以这是咱基督徒，特别是少年人可能讲无要紧，我搁足侪时间慢慢来想。像阮即款75岁以上的，跟我同款，愈来愈接近要去见天父上帝的面的时，会愈来愈希望确信讲真正我的心真正非常的单纯，相信讲真的有神的存在，有上帝的存在。所以今天的圣经，罗马人书1章20节，就是在探讨讲上帝的存在这个大的问题。伊讲，我用迄个和本的圣经讲吼，自从有天地造天地以来，上帝永远的能力甲伊的神的性质是明明可知的啊，虽是眼不能见，目睭看袂到，但借着所造的物，世间一切被造物，咱地咱捌，互你无法度介绍者，互你无法度提示，互你袂法度推脱。什么叫做目睭看袂到？毋是讲干你看袂到，目睭看袂到，你敢看会到细菌？你嘛看袂到。你敢看会到电波？我讲19世纪以前，无人知影讲人会当直接呢用话啊，看美国讲话。你看会到电波未？你看袂到。你连电嘛看袂到。什么叫做电？即他在电机的有一个朋友，伊实在是无适合电机，较适合读文学哦。伊读到电机的第二档时，我问电池生做啥物型啊？无人知影电池做啥物型，你看袂到，但是又存在袂存在，所以讲目睭看袂到这项代志，毋是讲咱目睭看袂到，用科学来看，我看袂到。啊，用科学看袂到，所以你用科学来看，你看袂到电波，你看袂到细菌，你看袂到 DNA， 虽是眼不能见。但是你用科学的目睭，足侪物你看袂到，当然上帝你永远看袂到。毋通想讲今仔日科学足发达，有一日你就会当伫科学迄个显微镜还是望远镜顶悬去看到上帝伫迄个所在，无可能，永远你看袂到。但是这个政策人讲，这个经济讲，虽然看袂到，毋是目睭尔，科学嘛看袂到，虽然是看袂到，伊甲你承认。你无法度看到上帝的存在，你无法度证明，你看袂到，就是无法度证明上帝的存在。咱是基督徒，咱毋通见笑讲，毋敢否认看袂到上帝，无毋对。用科学来讲，你看袂到上帝，但是这个所在讲真清楚，看袂到上帝，无代表伊无存在，伊讲明明可知，明明的伫迄个所在，虽然伊无重量、无味、无形，无法度甲看几斤几两，无法度连讲都讲袂出来。摩西问讲，埃及人的文化，以色列民族，伫埃及遐民族问讲，采礼的人是啥？讲我是自由拥有，我自由拥有的人，甚至无爱互伊靠近去看，讲你若看到我，你就会死。所以这世间无人捌看过上帝，所以你问我讲，你会当证明上帝？你问歹势讲，你无法度证明上帝存在，因为你就是无法度证明。你若无法度证明上帝的存在，咱像我，毋知偌久要去见上帝。免咱有迄个信心，讲我有一日去见到上帝；免咱有迄个信心，我有一日要去到天家迄个所在。咱即月日安尼算起来，即两三是有4个人，咱的信徒已经去到天国。我毋知大家心内安怎想，我望咱遮个兄弟，因过身的时，因为足确信上帝的存在，因为足确信因要转去天国的所在。但是咱伫每一个生活内面，
咱这一个基督徒，咱有足侪感恩、足侪祈祷、足侪交托，伫迄个所在上基本的问题，上帝有存在无？毋嘛，咱有这个感觉，因为咱圣经里面讲，你若看袂到是正常的，但是你毋通否认，明明伫迄个所在，虽然看袂到，但是假上帝所做的物，你无法度推诿，你无法度推到讲伊无存在，你不得不接受，你一定要接受，不可推诿。汉文讲叫不可推诿，什么物是人生不可推诿的代志？我会感觉有5项代志是上基本不可推诿。第一项，上帝神的存在是无法度通推脱，无法度讲啊，假装个伊无存在，伊一定存在。无存在世界的代志，你无法度合理去解释。所以第一项的公理，第一项的重要的不可推诿，就是上帝一定存在。你无法度去证明，你也免想要去证明，你就接受就对。你也唔接受，就是你无合理。第二项有永远的生命存在，你也接受上帝的存在，伊是一个永远的人，伊想要创造一项物，100担上者就变做土粉，伊是啥？种加酒，仲要泡准煞，伊无需要做一款无路用的代志，伊做你做咱人，因为伊是永远的活命，咱接受的存在，所以所创造的人一定有永远的活命。一定有永生伫的，所以这是第二样，咱无法度假笑讲无存在，这你得接受，无啥物理由，你也相信，咱人有永远的活命。创世纪3章24节，亚当甲夏娃去用赶出爱甸乐园的时，上尾一句话，第3章，上帝派基路伯天使伫遐固守迄个乐园的门，伊讲把手修迄个去生命树。迄条路，所以生命树伫迄个所在，你也摸着食着生命树的果子，你就有永远的活命。所以上帝创造人，就是要有永远的活命伫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有一条路通去，有去生命树的路。所以伊的存在是用圣经来讲，就是伫遐。所以你无人证明无这样代志，你得接受。搁一项你要接受的，上帝有。上帝的性情，伊的性情上帝重要就是有疼。第二项就是有公义，伊要用公义来审判人，伊要用疼来拯救遐罪人。这是第二个，你无法度推诿，一定要接受。第一项就是上帝的存在，第二项上帝的存在表示有永远的活命。第二项你就讲接受上帝的神性，伊是有疼，因为圣洁，所以有公义的存在。所以第二项你无法度否认讲上帝有疼。无同方讲上帝有公义，所以有为后审判。第三项，你无法度无可推诿，袂当无接受的，就是人是有限，人无可能用你的理性创造上帝所创造的理性去了解这个无限的代志。有限的人永远无可能了解无限的代志。你免了迄个时间去烦恼，你免了时间伫遐迷茫，讲啊，我到底是免怎证明我可以当相信上帝？无。因为你是有限的人，你在接受你是有限，你会破病，你有苦难，这是一定的代志。第四项，你在接受人有罪，这个罪，从第一个人，第一个人，不管是生物意义，还是心灵意义、灵性意义的第一个人的时代，按亚当夏娃开始倒迄个罪，伊迄上大的罪，就是伊的骄傲。去食迄善恶树，善恶树的果子，伊要变作聪明，结果伊有聪明，伊变足好讲话，足好论断。伊讲伊捌迄个善甲恶的原理，所以人继承落来，这个罪性毋是讲DNA出来，这个罪性伫人身躯顶悬，永远无断变。圣经内面有讲真济罪，遐个罪，莫讲法律的罪，可能迄个罪，你看着圣经读起来时，我捌有一个整理起来，圣经内面讲着罪，大约30几项安尼吼。大部分真侪人可能拢无感觉是罪，比如你有奸淫的观念，你看到查某人，你就有迄个色情的观念，这是一款罪。等等足侪，你的骄傲、你的嫉妒、你的怨恨，这拢是罪。但是内面圣经内面讲上侪，就是骄傲，上大的罪就是骄傲，过来就是论断人。圣经内面讲，你来管你的喙齿，这个管你的喙齿、舌头，还是喙。也是讲毋通论断人，即款的经文，我捌用
Google 去甲查，顶大概100几位讲着这样代志，所以这是上大的罪。你如果无相信讲你有罪，是法律上罪，我当然相信你无。圣经里面所讲的罪，你嘛感觉你足想袂讲你有啥物罪？但是我甲你讲，你敢若去问家己，有迄个骄傲的心无？你昨昏做日前礼拜有去论断别人的是非无？那有我来讲，这是上个圣经里面所讲上第困难、上第大的罪。所以人的罪性是你无当否认，你一定要接受讲人有这个。第五项真重要，你无通否认来讲，人无法度家己去找着上帝，无法度去创造一个上帝出来。上帝的存在一定是对顶悬启示予咱。所以你去家己看一个人讲，哦，伫海中我看到伊形象出现，所以会救迄渔民，所以救苦救难的菩萨，也是讲救苦救难的妈祖。即款你人家己去找出来，绝对毋是上帝的意思。人是有限的，你无可能去找到无限的代志。伊毋是神，伊是一个事迹，你甲放大、甲崇拜，因为你有惊吓，你需要依托。所以真正的信仰、纯粹的信仰、合理的信仰，迄个神毋是你雕刻出来，你家己吹出来，你甲创造出来，迄个神无当看到你就是死。摩西甲上甚至甲摩西讲，甚至讲伊是自有应有，伊是无形无踪的。所以你知伊的存在，一定是从上而下甲你启示。这是咱人生内面，你的人生的意义，你的人生的进行。若无这5项的时阵，其实你的人生会懵懵飘飘，你会变一个虚无主义的人。这5条拢是人袂当证明。敢若数学内面你讲有公理哦，像大家拢有读过几何。2点中间1条线，这敢是证明？唔免证明，这反正足合理的2点连起来1条线啦，无可能有2条线，这1条线，这叫做公理。上帝的存在发现一个现象，虽然我无人摕来讲千万几间上帝几间，什么色、什么面型，乌的白，我无法度，但是我看到这个代志，敢若亲像2点就有1条线，足自然、足合理的。这就是我讲的不可否认，上帝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所以，因为上帝做无可否认，所以人有因我外面这样代志，赶快是无可否认。所以，上帝是无可否认存在，有因我外面，伊的性情是疼，伊的性情是公义、圣洁。啊，人是有限，人是有罪，人无当家己去创造一个神出来，无法去找到上帝，拢是上帝甲咱启示。这个5项就是咱人生的5大公理，这个5大公理演出来，咱足侪生活的代志、细节、咱行为、等等，咱的社会、咱的生活、咱的世界，这真重要。所以罗马福音1章23，就是你讲这样代志，足侪代志，你人生你是袂当否认的。但是有讲，你袂当证明，因为眼不能见。但是嘛有讲，明明可知。透过什么东西？透过什么，互你明明知影2项。特殊的启示，还是自然的启示？自然的启示就是讲上帝所做的物，还是讲历史的演变，因为上帝是历史的主宰，还是讲人的心内心灵的良心等等，这个物按这看起来，你能看到上帝的存在，敢若看到2点，你就知有1条线。特殊的启示就是讲，这个启示透过圣经，有耶稣。直接甲咱启示，互咱捌讲有救恩，这2项启示是无共的。罗马人书1章20所要讲的，就是自然的启示，的核心的思想，上重要的思想。这个自然的启示是足普遍的，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时代，所有的地方人拢看会到，拢看会到，感觉会到，但是你就是目睭看袂到。哦，科学更较发达，将来你也看袂到，你也是无法度证明。虽然咱这世纪100年内面。真正科学是有够发达，过去5000年都无这样发达，真发达。但是同款，你也是眼不能见，科学不能见。上帝是听，上帝有公义，这也是同款。你让照上帝所创造来看到，讲上帝是有听，因为义人歹人，伊用照常落雨，互伊当有雨。
虽然你是歹人，伊嘛伫当互你有氧气，当呼吸。上帝听是普遍的公平，但是上帝嘛有公义。你做歹的人，上帝一定袂放你耍。圣经嘛来讲，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无可能。所以当然，这主人的 case， 让他感觉到上帝合理，明明知道它存在是合理的，但是主人的 case 有一个限制。你看这个遐水，遐尼奇妙，会当遐尼像迄个火内面后 DNA 后啥后遗传，当都有，足奇妙的，无可能人做得出来。你看人家感觉到上帝的存在，这是主人的 case， 但是主人的 case 有一个限制，伊无人给你 case 讲上帝有救恩。上帝救恩的状态是自然启示。你看主人的上，你无法度感觉到，伊嘛无法度讲人有罪，伊嘛袂当甲你讲上帝是圣洁的。你也无法度甲上帝互动，甲伊祈祷，挖靠伊，伊照顾你，伊干那会当互你明明可知，明明可知。所以，实际讲，咱若讲退一万步讲啦，讲有一日科学真正发展到讲，差不多会当证明上帝存在的时，遐自然差不多会当证明上帝存在，还是像咱讲，我也不愿意接受，因为这比进化论较合理，我接受。就是迄个时阵，人按这个主人的启示，嘛是我无法度去了解上帝是听，上帝有救恩，咱人有罪。那无透过这个救恩，那无能得救。这个透过这个特殊的启示，就是来到教会按圣经内面去看到，主人的启示有伊限制，无法度互你了解这样代志。虽然这个主人的启示咱要来看，免咱看到上帝的存在，咱心灵的需要来看上帝的存在。足侪人类学家咧研究，所有的民族几百年前、几百万年前拢无要紧，拢有敬拜的行为，你有敬拜一个神明的行为。人生出来就有这个敬拜的行为，但是你敢知影动物无这个敬拜的行为？有一日恁兜的狗啊，你足疼的狗啊，无中伫会当摕一杯水伫啊，还是一个果子伫啊，插一支香伫啊，啥？嚯，你惊死！动物是哪有这个敬拜的行为？这无可能。为什么无可能？创世纪第2章第7节安尼记载，讲上帝用地上的土粉做一个人的形，然后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迄个前一日，伊创造世间宇宙的动物、昆虫等等，伊无把生气吹到那些动物的鼻孔里面，所以遐个人拢总无这个敬拜的行为。敢若人有敬拜的行为，神啊，因为上帝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上帝吹了气到我们鼻孔，所以我们才有敬拜的行为。所以这是感谢，若无上帝的存在，免有人有迄个气推进咱的鼻孔内面，互咱有这个敬拜的行为。佮另外一个角度看，真侪人讲，尤其无神论者讲吼，这自然界敬拜行为就是足侪自然界的现象吼。人未了解会惊，所以甲当作神明来甲敬拜，这是无神论足侪人的看法是安尼吼。这个看法是免咱讲来讲，无啥合理啦。你知影古早时代人？唔知理工系哪是安那来想，这是天公哦，你发射去啥？但是科学进步，咱知影过迄个是天上的正电、负电底下打下，但小爬拢变成雷电、闪电出来。所以愈科学愈发展的时候，教养咱就较无敬拜的行为。那如果人是因为唔捌自然界的现象，所以会惊，所以敬拜上帝、敬拜神明。即摆科学发展了，真侪你已经毋是知你有了解，但是人的敬拜行为比过去更较厉害。咱这个21世纪的世界，我过来甲大家分享，我去透过操作了，真正有迄个感觉。咱而家做个足简单，伫8楼吼，拢无迄个庙啊含你拼。阮伫透过下骹吼，计差不多50公尺，这是一个足旺的庙。常在伊伫遐凄凄惨惨，阮连卖骨都无法度讲到，足差足差。信徒是有够济，咱干那报纸看，你无迄真正的感觉。白沙湾绕境，政治案，北港的政治案就是来讨口，伫遐见面30-40万人拢过，路边足侪人伫遐，互因食免钱的物，甚至拢困伫路边。阮教会常常的，为教会唔爱放入来，阮教会是开开，互因会当入来遐休困，安尼一款听的感觉。无影讲科学愈发展上，
自然现象咱了解，都袂惊，都无敬拜的行为，都无宗教的行为，愈较厉害。人就是迄个敬拜的需求，迄个需求，互你感觉完全无同了解。妙禅的紫衣神教，迄就是感恩师父啦，什么赞叹师父的人，偌济人信徒咧。你感觉看迄紫色衣跪拜咧跪伫迄个所在，可海洋问题，自然现象咱了解，是安敬拜行为，也是个遐济。妈祖、土地公、关帝公，愈来愈侪人信，愈来愈侪。我最近看讲，阮婚林关上大的迄个旅游景点，人口一档讲1000万人去的，就是北港庙，1000万人。阮三舅即马有公开哦，互人来，昨昏较20个人来，教会上济一届90个、100个，你超济算袂歹啊。今仔日我看咧就报讲166个，人一档1000万人去呢。迄过是啥物？放的炮也是足济，所以人毋是无了解自然现象，也是讲了解自然现象，都毋惊神，都毋免甲拜神。同款，伫迄个需要，有迄个需要，为什么有迄个心灵迄个需要？因为这是上帝存在足有力的一个根据，就是讲伊互人有一个生气，所以会追求即款敬拜行为。所以即咱心灵的需要，咱来看，讲人真正有看，上帝真正有存在。佮一点来看，咱人有良心，毋是我的心哈，我所原谅的良心。良心毋是一个物质的现象，你无法当讲你的良心有几斤。我较早伫大学的时，我爱参加这政治活动，即届伫校竞选，即学生会会长，我一个朋友替我写迄个海报，就讲台大人的良心，讲话良心无法当量，人照你的本性，干要做你家己有利的代志。良心敢若是咱心内一个检察官伫个所在。你若做无好的代志，你会谴责，你毋敢去做。一个人巴肚照枵的时，枵要死，骨然就无食的时，伊看到人有物，应该是为着伊家己去抢过来食，灌台去抢过来食。但是大部分时阵，人伫遐嘛有一个忍耐，良心讲你袂使做即款代志，这就是良心，是违背你的利益、你的生物的需要，你无去做。这就是你的良心，良心伫遐存在，伊毋是一个自然现象。良心按对一个所在来，我跟你讲，绝对毋是进化来。进化的物是迄个物质的物、动物的物、植物的物会当去进化。良心是要安怎去进化？所以无可能进化论各安怎熬，各安怎像，你也无去解释讲是哪浪费良心伫迄个所在。唯一的解释就是良心是生出来就有，是上帝藏伫咱心内。所以罗马书第1章19节安尼讲。上帝的代志，人所会当知影，原来就显明伫人的心内。良心是上帝藏伫咱的心内，这证明讲上帝的存在伫个所在。所以，咱讲信仰是超脱、超自然，理性无当解说信仰的问题。但是我真爱讲，咱有爱有理性的信仰，但这个理性不是科学会当证明的理性，毋是讲会当重复实验的理性，是讲咱会带理性来接受讲，迄个物是合理的，是咱讲合理、合情合理。迄个合理的物，嘛是一款的理性。所以咱毋能讲我的信仰是无法度未证明一个，无法度啊对啊毋对。咱无法度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像我讲，2点敢若一条线。像我讲的，看到遐自然现象，靠可能家己拼拼命命就会走出来。所以有一个创作的人，这是合理的。敢若2点都一条线，这是合理的。所以我最近咱们拢常常咧讲理性的信仰。其实我咧讲的理性的信仰，毋是你讲会当证明上帝的存在，讲理性是讲上帝的存在是合理的。讲这句话你免见笑，因为真正你就是无乱证明。但是你也毋敢讲，因为真正是合理的，无安尼无乱解释。第一因。原因，到最后总要有一个因，那个第一因按2000几代前柏拉图就提出来讲，一直到最近现代的科学，嘛要解释第一因，因为柏拉图讲不出来，讲伊讲逻辑上、哲学上讲有一个第一因，啊无袂当解释讲第二样代志变好像，因为头前有一个密嘛，啊伊头前搁一个密，一直讲到最后嘛是头前一定要有一个密，所以迄第一因无人解释，迄就是上帝，迄就是神，迄就是离地的世界的存在。
但是科学发展了咧，有新的看法，有新的看法。霍金写 History of Time 时间的迄个历史，迄个英国的有一点怪怪迄个科学家、物理学家，注意了呢，真侪人佮提出来第一因，但是伊即个有怪科学讲啊，什么叫做第一因？就是迄个 Big Bang Theory， 大爆炸理论讲，世界有一个点叫 Singularity， 一个起点。迄个起点啊，讲啊真简单讲，无穷的能量、无穷的空间跟时间，伫迄个节点爆炸，啪啪啪啪啪，到即卖世界一直啊，佮你扩张，一直扩张，迄就是 N 型，存在世界的开始，这个 Singularity 黑洞啊。按照讲，即摆就所谓柏拉图的第一，有一个科学经由的 Big Bang， 用足个理论啊、物理去讲迄个代志。但真正人唔知影嚟讲，迄个黑洞就是 Singularity， 伊黑洞是安怎来？迄个黑洞变一点了，爆炸一直 N 型进来世界。但迄个黑洞的意思讲，伊吸收所有能量，所以伊形成黑洞就是头前另外一个宇宙，伊甲所有的物拢吸收，甲人变一个黑洞，佮爆炸起来人出去。所以头前嘛，佮一个因，就是讲另外迄个宇宙变一个黑洞。啊，迄个黑洞遐是安出来？最后就是讲遐佮有一个 Big Bang， 啊，迄个 Big Bang 头前嘛是佮一个宇宙佮集中一点佮爆炸，佮一个宇宙到这个时阵，到这个时阵多某一个宇宙修炼变一个黑洞，佮爆炸。伊嘛是无解释讲上头前迄样物是啥物物。上帝阵啊，就伫迄个所在，迄个黑洞的进程是啥物？迄个 Singularity 进程是啥物？是有还是无？还是有了佮有？无人会当解释。迄嘛是只好，嘛是爱讲。你虽然用 Big Bang Theory 解释讲世界的存在会开始，不过呢，迄嘛是证明上帝有神的存在，因为遐无人解释无到有这个现象，你也是无法解释。甚至更较趣味的，咱讲按真侪人伫遐坐伫遐空想梦想，像释迦牟尼去山林啊，坐伫遐空想梦想，啊是像道教老子伫遐空想梦想，伊嘛想着讲有一个比即摆想象的更较大的存在，所以老子安尼讲，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跟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3节所讲的道很类似。咱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1到3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这看老子坐伫遐黑白相空中梦想，其实就接近道可道，非常道。你无法描述了，一个道是啥物叫做道？无人知。英文太初有道是道做 word。WORD， 刚才 word process 是 word， 无同解释。但是你坐伫遐你想，老子就是坐伫遐你想的人，想到尾啊嘛是讲有一个秘伫迄个所在，安遐开始靠这个世界。印度教感觉讲上大一个叫做梵天，人若透过修行，最后得让跟迄个梵天结合。而且梵天就是因所讲的神，就你若是透过你的修行，最后可能神结合。所以用这个上大面积的迄个理论来看，其实伊嘛相信独一真神，只不过伊刚刚用透过人的努力，对咱去做个变成神啊，实际上毋是安尼。所以人就是你，毋是科学的物，啊科学的动物。你坐伫遐空想梦想，尾啊你想出来的物，这历史上有名的人，伊所想出来，嘛是证明讲上帝有存在。一定要有上帝存在，无当合理看到这世界代志，免来去解释。科学甲咱解释，解释是关迄个自然世界机制的迄个 mechanism， 但是无当解释讲啥有创造，无当解释讲啥有这个意义伫个所在。这是科学甲信仰相对无共，这是理性甲感性，这是理性甲启示相对无共的所在。所以咱人唔通去接受迄个无神论，你若接受道神论，我阁会当了解。要是无神论是我上加无当理解，讲你完全不可理喻。你甲道神论足侪神，我感觉你信唔对。你若讲无接受无神，我感觉你根本就唔捌。这就是圣经内面讲，迄个诗篇14章第1节安尼讲愚妄的人心内讲无上帝，你就是愚妄的人。你若讲是万迄做足侪神，土地公、树公、雷神、海神、山神、东神，你逐项迄个遐个7款神拢真专业，伊敢若捌这样代志。
哦，对，捌海，伊也捌山，哦，伊敢若捌这样的。咱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但是呢，真侪多神教，是较较毋捌的人是讲，伊敢若捌这样代志尔啦。土地公敢若捌土地公，关帝也敢若关咧，妈祖敢若关海林，啊，后迄个叫啥？管生囝、管生意，拢敢若一个专业尔啦。即摆敢若医生拢足专业吼，这右耳专科、左耳专科，毋知有我毋知哦，我知影心脏科。所以人，即便14小弟在武功的人心内就讲无上帝，因为伊敢若要相信目睭看得到，只不过真正就是看得到。甚至伊真骄傲，就坚持讲，伊敢坚持要看家己的意思，别人的意思伊无人接受。所以讲，人毋是理性的。我头先讲，人真实实在是非理性的，所以咱毋通靠咱的理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迄是无可能的。有两个心理学家，伊伫无共个年代摕着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个是1978年叫 Herbert Simon， 伊是 AI 的创始者。我读博士班的时候拢是做伊的物。伊一个有名理论叫做 bounded rationality， 就是有限的理性。伊讲人认准家己理性，其实人足无理性的。哦，伊会做足侪实验，讲你看，照理论讲，你伫选择这，但是你无啊，你选另外一项。哦，啊，当然足侪心理学的迄个理论，我就莫伫遐解说吼。但是伊迄个时阵真正证明人毋是理性，所以推翻经济学的上第一基本的假设，人是理性。所以你较早读过经济学，还是讲读过其他人在管理决策里，咱有一个决策 decision tree 决策树。啊，叫讲哦，这个0.1的可能性，这0.5的可能性，啊过来，这个0.5的然后你到尾看一个哪一个的重量最大，啊，迄个就是应该爱行迄条路较对。这就讲因为人伫迄个0.1到0.5就拢会选择0.5，哦，对你较有利。啊，0.3到0.4你选0.4，人是理性的选择，因为人毋是理性，所以从伊虽然毋是经济学家，但是用这心理学的证明推翻经济学基本的假设，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经济学真侪面拢改过来，所以对伊后壁个另外一个心理学家 Daniel Kahneman， 伊是 Stanford 的一个心理学家。2002年，伊嘛摕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伊创造一个经济学叫行为经济学，伊推翻人是理性，所以更加坚强去证明 Herbert Simon 所伊的理论。有一本册最有名，伫台湾嘛有翻译叫《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那有时间去看。实际上，上帝的存在是无可推的，咱毋能相信理性。上帝的存在，就要看圣经的启示。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安尼讲，圣经拢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督导人。圣经有60本册，作者有40几个，后做王的大笔，后做祭司的，后钓鱼的，雇羊的。抽象的、税吏、国税局的，写作的地点呢，嘛有伫山林，嘛有伫旷野，嘛有伫家甲内面保留吼，有圣殿，有伫海里。写作的时间，第一本册约伯记是西元前1500年就有，离开即摆3800年。到上新的一部启示录，伫西元90年到90年中间所成，差不多有1600年。迄个时代。真侪人是无互相熟悉，也无读着另外一个人的作品，无啥可能。迄个所在是交通出歹，也无电话，也无啥，拢无。所以你直接写啥物，迄个所在无可能写的。但是66本圣经，40几个无共的作者、无共的书店所写出来，对上帝要救赎人、赎人的罪这项代志完全一致，前后呼应，拢总无矛盾的所在。这毋是偶然，这毋是偶然，这嘛毋是有一个主编。上帝是这个主编，超过时空，超过自然的力量，来启示才有可能存在。所以这是上帝存在的内证啊！按圣经本身来讲，上帝存在。所以真正存在是明明可知，明明知影。上帝的创造，你若看到迄个奇妙，你不得不接受。上帝的听，嘛是你无法度无接受。啊，上帝的公义，嘛是咱一定要接受的代志。但是上奇妙来讲，上帝的听，伊的听甲公义中间有一个互动，
十字架顶就是这个疼甲公义的最后的交汇点。因为伊疼，所以独生囝来到世间，为了咱死。为什么为了咱死？因为有公义。所以伫遐上帝的疼甲公义，伫遐伫十字架顶交汇，这是上帝。咱毋是上帝做袂出这款的代志，这就是2点有1条线。咱毋是2条，干那1条线很合理，你免来计算这个代志。人有罪，这是无当好人。我头路讲，上大的罪，上互你感觉毋是罪的罪，是圣经内面讨论上帝的罪，就是你的喙齿，你的论断人，你的骄傲。天主教有定7条的罪，伊的教义内面讲有7种是上严重的罪。傲慢就是第1条，其他嫉妒就是论断的一个开始。咱真侪是在论断人，就是因为你甲有竞争，你嫉妒伊的成功，所以你用足安尼踢笑的口气，你论断人的是非。这个骄傲甲论断，这是人的罪。我头来讲，你来看圣经30几项罪，你拢感觉你无啥，注意看这2点。昨昏你有无？昨日你有无？昨昏昨日我拢有。我嘛是上帝，我会当脱离这个罪性，但是无法度，逐日就去犯这个罪。敢若这2条，咱就离开圣洁足远，咱就无法度去到上帝的所在。所以我望咱今仔日啊，伫这个所在，这个礼拜日的早起，咱大家来思考，足严肃来思考。你有相信上帝的存在吗？你免去证明，因为上帝的存在就伫迄个所在。你用接受的心，你有相信永远的活命无？你有相信上帝是有听甲公义无？你有相信人是有限，毋通相信讲人有理性，有一个通证明上帝？你有相信人有罪无？你才会相信，因为人毋是有罪，就袂有救赎，就袂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咱死。问咱大家，伫每一日赞美、恶乐、关心以外，会当用心来真正面对家己。我的这个感动，你今日要讲这项代志，就是因为我讲向一个咱所敬听的兄弟，一个足有名的学者，足受尊敬的基督教徒的出来，一世人规家拢真好的基督徒，伊伫遐讲，伊无啥相信信仰。讲啊真假，我不太相信，表示对上帝的存在，我也不太相信，这是我的看法。你若无相信信者，无相信人有永远的活命，无相信人有罪，无相信人有有限，你想要去了解上帝？无，圣经你也无可能完全了解，你也惊你有限。你若拢无相信这个事，咱会知影，你一定是无相信上帝。你若无相信上帝的事，你一世人伫教会了的时间，一世人伫遐做的关怀，甚至只不过是法利赛人的行为。毋通大家会当深深来家己想这项真重要的人生上第一重要的决策，尤其伫咱人生的终点要到以前，一定要去确信，完全无犹豫，因为这你也袂当推脱，不可推诿，无可推诿。上帝的存在，永远活命。上帝是听甲公义，人有罪，人有限，你得要来接受上帝的存在。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阮有机会诚做你的囝儿，阮伫你的听的内面组织，而且有祈祷，而且有互相关怀、互相安慰、互相提醒。主啊，求你搁较坚定。伫这以外，阮有更较坚定、更较确信，你是阮的救主。虽然我看袂到你，虽然科学无可能，永远无可能咱证明，但阮知只有你的存在，阮的信，阮的愿望，确实合理的。愿主亲自带领阮有这个正确的思考，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新四诗34首，请来念全首。
请坐，奉献咱请书献的同工。请起立吟奉献的诗。看会到的是暂时的，看袂到的则是永远的。求你坚固阮对你的信心，互阮有价值伫你的永远当中。阮献上阮的金钱，愿你感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咱请黄启修长老来报告。各位在平安。感谢元良长老今天跟我们做这么深刻的分享。小会报告，本周六的3月7号晚上，于晚上7点半在607召开今天的小会。那还有长执会是下周主日3月8号中午12点半在7楼召开。然后下周要准备圣礼典，有要受洗的兄姐请准备先参加。下午1点到2点在1楼会举办孝先执事的追思聚会，要参加的同工请留步。谢谢黄长老。接下来报告第6点。今仔日中昼12点要举行台语礼拜领诗同工的训练会。第7点，本会开放台湾领袖高峰会，日期伫3月21、28拜六，咱会友本补助1000块。第8点，本会合办台湾释行医返本归真的基督徒展览者。伫4月11号拜六开始上课，拢总10节。咱有会友补助2届的300块。第9点，本会要设教70周年的纪念册，要伫本个月完成初稿的收集。也有议员分享个人也是家庭的见证的，请用纯美长老来报名。咱看具体消息，第一项是本会真诚执事加周恩轩姊妹要伫3月14拜六
上午9點30分伫本堂舉行結婚典禮，咱甲恭喜。第2點，本會劉孝先執事伫2月21號安息，要伫今仔日下晡1點伫本會8樓舉行追思會。3月6號拜五上午要日蓮火化，下晡安置伫新埔家族的墓園。第3點，本會王化先長老伫2月22號安息，要伫明仔載陰暗7點伫金山街的府上舉行家族的追思禮拜。因為場所有限，所以要參加的兄姊，請佇1樓的服務島來登記。那過即拜二上午要日蓮火化，拜六是上午10點伫本堂舉行告別禮拜。也是要參加下晡安置的兄弟，嘛是愛登記。1點伫教會用餐了出發。咱請牧師來補充報告。阮上帝安慰咱眾人的心，特別是孝宣執事，佇咱無預料的中間的安息主懷吼。今仔日咱下晡1點，佇這個所在要來舉行伊的追思的聚會。因為家屬因非常憂傷，然後考慮到家庭的問題，所以因只有辦日蓮火化，甲安放禮拜，這當然攏是咱教會來舉行，而且是拜五。但是咱的兄弟姊妹是因為這個突然發生的代誌，心中一定有真大哀傷。因為這段時間孝宣執事佇咱教會內面，甲咱有真好這服侍同工，非常毋甘，還佫真獨然。所以咱佇咱教會內面特別為着兄弟姊妹來舉辦這個追思的這個聚會。所以今仔日還佫有咱真儕人客，但以理學院因為佫有30位會來參加。所以因為人數的關係，人介多，所以咱用8樓這個所在來舉行，鼓勵咱兄弟姊妹來參加。特別佇迄個第2點這個所在吼，這個日蓮甲火化，這有寫講，請兄弟姊妹也表達這個關懷。意思就是講，如果咱兄弟姊妹若是願意去參加來出席，嘛是真好。較袂感覺講，互因家厝內底的人感覺安尼真稀微的感覺。所以雖然咱教會有固定辦這個追思的聚會，但是呢，出席佇這日蓮甲火化，對因家屬嘛是一個真大的一個安慰甲關懷。所以咱請1樓迄個所在來登記，如果若要出席吼。那第二就是迄個化身長老吼，化身長老。追思禮拜佇厝內底，因個親族真大哦。但是咱兄弟姊妹若是要參加，嘛是佇1樓迄個所在登記啦吼。安尼如果需要安排這個車輛，咱甲安排看覓哦。這是佇明仔載7點半佇個厝內底吼。因真大個家族所以咱兄弟姊妹家己考慮吼來參加吼。那骨灰的安放禮拜是因為這個結束。個別禮拜了後結束了後，差不多是11點半啦，吼安尼。所以要先佇如果要參加這個安放禮拜，咱來登記一下。我來講，我佇1樓遐，你登記的時陣，表示講你有要去參加伊個安放禮拜，1點出發，最中晝伊會替咱來要參加的人來準備中晝頓。所以要統計到底偌濟人去，車輛要安排，然後有偌濟這個。餐點，所以攏會統計啦，吼安尼。那所以你若無登記吼，就無吼安尼。所以咱要參加有3份的報名表，第一份就是孝宣執事的日蓮甲火化，第二就是明仔載的追思家族的追思禮拜佇厝內底，第3就是骨灰安放拜六咱要去參加伊的安放禮拜所以車輛甲食物才登記吼。那今仔日。其實還有一位就是咱謝先士長老的親族，也外甥也侄兒啦，應該侄兒謝建才弟兄也是安息，
礼拜二安息吼，安尼，那也是突然，所以今天早上已经无出去主持伊的日练甲火化吼，嘛是真侪家族来参加啦吼，安尼，所以这段时间有真侪这个代志吼，咱继续为着这个丧家来祈祷。那今仔日咱要欢迎钟淑慧牧师还有伟翔。因姑姑拢伫迄个外国，都澳洲迄个所在宣教。那淑慧呢，她在前年还是前年23年，23的时候，她就回来受聘回来，在圣经公会当总干事。咱教会人就并且我同学那感觉做分享一点荣耀的感觉伟翔在去年也回来他们都是孤等地就迄个所在的工作咧服侍所以今天也特地回来参加孝贤的告别式，因为是他同学从小就认识所以今仔日咱下晡伫个所在三党来对书。毋知还有人要补充报告无？做伙来吟上吟新圣诗398首，请起立，吟诗线请所长乐来祝福。以及圣神的相通，甲众兄弟姊妹大家三甲做伙，伫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